摆放两个所在，伊即摆放喺遮，这因在建，敢若就敢若饭店无？看到对，咧，这是建。敢若米芳共款。对。哎呦，就这了，密集恐惧症。伊即摆伫咧内底，咧补卵，对。偌久伊会补出来？差不多2个月为卵变做成虫，所以就是咱快就到遐。嘿，伊伫咧内底有分无共间的放伊的幼虫的所在，一个搬尸体。搬尸体去的咧，伊咧当粪扫。对，粪扫。所以伊会甲尸体搬去倒。搬去后遮，来我洗互恁看者，这就是放个粪扫。哎呦！拢是尸体。这是狗呀，蒙阿波呢？对，蒙阿波。你看，真的啦，拢伫遮啦。啊，伊甲摕来只蛋啊，你看遮啦。因为狗遐是2D 移动的，所以伊毋知影距离是用行的距离嘛，所以伊咧行的时阵，伊会刷到遮来，啊顶高悬，啊搁放落来，所以伊感觉遮是上远的所在。哦，我了解啊，伊的尸体一定爱家等离伊的受上较远的所在。对，无毋对。所以惊啊，撞上远的所在才甲等落来。对，足巧。